来屯大家小姐喺屏东联络由骑士营、林育营两公婆开业办的店，因为明日天盲讲，如红虫准备开门做生意嘅，30年来如系安尼。因为作为导航办呢，唔单止系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团节庆会用到嘅，还个系村外中去外国的人，佢系享受嘅点心。向下来看下因嘅故事。骑士营由李玉业两公婆喺屏东联络有名嘅做客家班嘅客人，店面唔免大熱，不過每一打開來，然後就來來去去。其中有太有快嘅法版，還係當地最接用嘅製品。金神啦，客家啦，拢可以。燕窝啦，燕窝，然後好彩頭，大花，大吉大利哈，大發財。大發財哦。創建加到種花嘅劉超節，19人年立係喺老祖谷，特別轉到聯絡天出屈落，貼喺買進以種花送朋友，又係拜日用。哦，喺阿爸買嗰度。買嗰度哦。買過去，這關係嘅。而家邊識呢棟嘢嚟啦？買過呢棟嘢嚟。哦，叫佢嘢，十個人用嚇。喲，十個人嘅睇只嘅買屋嘅嗌咯，咪濕，所以唔似買屋嗌咯，同顏色嘅呀，都開始買。更加買屋嘅已經10年了。因為技術的問題，要技術好，要有跟體驗，那真的都安講。以前他把免不了我真都冇講，細細粒嘅唔講咧，唔會快，叫你買冇嘢用，世界都唔敢買嘢咧。一間做客家班嘅店面，喺李玉劍從冇做到以外，做啲民國60年，李玉劍就開始做班嘅。嗰陣時期間我都拜啲聯絡嘅行業都合埋，雖然辛苦，但也以為基本嘅人客。我5點半都出發去買，都係一班嘅冇，中嘅冇嗬，人都出嚟，人買都6點鐘都試的都讀書嘅，好強啊！雖然講買做店啊冇咁多，我哋最起碼都人家好好，人親愛啊。轉讓李玉劍是個買班嚟買種權生業。民國72年嘅時節，兩個鋪結貼，啲亞下店面順行嘅 Q 雜貨店，正式開始做專門賣客家班嘅生意。係咪喺老店嘅啊？係咪喺老店嘅啊？而家前面嘅門啊，因為當時嘅做頭啊，嗬，係由人上嘅師傅嚟做嘅，嗰陣而家咪用磚嚟嚟結紅嚟，係太做頭，細做頭啊嚟。係你用細幾點？係以前你細揀嘅啊，你睇咪細揀咗嚟。都有咩神頭都有隻眼。日本人派到沙烏地阿拉伯，本地中華工廠公司設條路嘅騎士業，會結添磁鐵按個心水嘅條路，最係認為做客家美食有前途。啊，都係買米啊，買米才冇幾多錢，才冇幾多錢，叫我哋姊妹生活費就困難。啊，同我爸爸媽媽人哋講，哇，家呢？米可以變賣嘅咯，米可以做賣嘅咯。如果講做飯嘅啊咧，差唔多1禮拜送2班。1拜送1棟咯，一下送啊。對，嚟都送700台哦。700台啊。8台我有到人咯。有到黃同樣有做其他嘅人咯。無傳統到店嘅經驗傳承，日本人學校適合作為客家班嘅，做班嘅技術天初要用客家多功夫，啲家當農甲、農產製作可變一嘅騎士業，一用嘅啲客家學嘅科學理論，同米嘅各種嘅品種比例全部記錄起來，會結出最合乎大家好嘅客家班嘅口味。我是因為最重要嘅米啊，買嘅米，佢含養嘅米。做出來辦的那個好食，樣硬都有喎，也俾人家客家話應該講嘅切米啊，風來糯嘅皮多，老糯新糯嘅是能有改進調整米嘅角度嚟做出來辦的，也係得非常嘅重要啊。除咗無天的改進配方老技術，騎士業因為以吸引客好生買嘅辦呢。
哪个拆成哪个要为平常的样的规格来看，那做的东西可以多耐一多年为习惯，差不多一多上400年里边一多上个人会食，偏向于现在什么的，哈，很年轻人的话，一直有人关于去研究啊。毕竟最近放弃唔做嘅客家班，幸好克服困难能研究出来。像绿队铁油嘅甜雾班，雾嘅老雾堂，用师傅天天嘅一节，怎么学？虽然为肯做，总人家唔肯做嘅，怎做嚟想迎合嚟搞干？那种我冇买那种的呢。冇安尼。下尾路下尾都冇包的哟，通通没有包的。哎，古种特别古来古来多买。嗯，因为那我有煎锅嘛，啊，有放黑糖啊，煎锅嗰时。基本地都有，俺不过国冇做，有人冇去做，安尼。用喺度。當然佢冇做啊，唔做迄項我得一粒粒千人，按真係好要買唔得，要等啲時間啊，關係時間。嗰種有人唔係做，唔係做我都會做。下個班。新燈班，哦，是的會出燈咯。好，謝謝。現在都透過睇嚟，好，謝謝。我為做好食嘅班呢，要很比平日花行較多時間。當日打早4點邊呢，用公婆做行床來磨合，利用堅角，因為做好，3日下來就比平日多嘅營業。 5、6、7、8，因為做辦公嘅呀，陽光人辦公嘅呀，我3日都超過你一的呀。你講做2、3週當1工，嚇，做2、3年都當1年，啊，也意思其實以前的老人家佢話你講，以前我哋冬天的時節，天晚都發紅蟲，差唔多6、7點的都紅嚟，6點啦都去田區做事哦。 都會上料咧，就係入嘅蘿蔔乾、鹹米、葱頭，一啲話嘅材料啦。一現節兩公婆嘅打拼，一下店面做件康泰嘅食片，煮嘅滷嘅一邊做切雜。平常當日最少要用貼30人公斤嘅米，工人高節至少也要用700人公斤。無限嘅時節，行家係全家做總統嘢。 反正迄萬福啦，迄瓜子啊，加油禮拜6咪，我話你都真清做，量都放嚟做，再有清量嘅白咪天數做，做到天光，因帶路去辦咧。唔係，人哋死人做，啊都嫌死人了，從來嫌放嚟哦，哦，長期嘛，咁嗌都白放上啊，今日都會賣。一粒粒金條飽滿嘅米，還有當生意天天嚟煮出來嘅飯瓜、拍頭工作、烏嘅烏糖一啲食材。 第30人研經驗嘅持續有公婆嘅數學，變做5顏6色嘅客家班呢。細細嘅蔬菜，留定客家傳統最菜體嘅好美食。一路係一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更加都好係高接力，我接天200如繁多嘅時節。台灣嘅離風主要係對日本進口嘅，唔過受到去年日本核災事件嘅影響，好多嘅離風無法投入到台灣。有到日本因有颱風雪，氣候唔正常，進口嘅離風成為1/3嘅國家，已經有部分個人脫體表預防嘅。台灣嘅高接力受到一嘅影響，要用嚟面對呢？下禮拜傾下關心，我哋再會。